我们要先请大家一起感谢护法功德主，因为有他们才有今晚的表演。蔡正武、高美娥、蔡辉煌、施珍珍、李义强、蔡佳莹、景丽峰何家、刘昭明何家、赵大生、韩叶波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他们。现在请大家面向华藏学门。祝福大家请看向天空，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，同时也是星云大师100岁诞辰。佛光山特别制作了一匹天马，国玉护到他的心愿，要飞向诸佛菩萨的怀抱。祈求在新的一年，各位护法幸福，各位嘉宾平安顺利，诸事吉祥。请大家将手上的这盏灯向着天空高高举起，让我们的心愿随着天马飞向佛陀的怀抱。也虔诚发愿，在新的一年祈求诸佛菩萨护佑我们一整理诸事吉祥，所求满愿，平安健康。天马行空善缘来，万马奔腾好运到。说好行好心存好，全球佛光同普照。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，同时也是星云大师100岁诞辰。佛光山制作了一匹天马，如今天马随着流光踏着夜色而来，翱翔在无垠夜空。佛陀曾经称赞哪有八德：第一，品种优秀，姿态优美；第二，理性温良，不惊吓人；第三，不捡精细，以草为食；第四，厌恶污秽，喜好洁净；第五，接受调伏，善解人意；第六，安于驾乘，为人服务；第七，喜行感道，益善习虚；第八，筛禅老迈，周心不变。以上佛陀开示两马八德，让我们有所自觉，无人能如马夫。我们看到天马依然在我们的上空盘旋，因为要带着大家的心愿飞向佛国净土，进入佛陀的怀抱。祈求诸佛菩萨加持，让我们新的一年所求满愿，诸事吉祥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倒数欣赏吉星高照、无人机高空灯光献礼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释放无人机。
谐共生，马到成功。祈愿新的一年，大众皆能与人为善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共生共荣，共赴美好未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欣赏吉星高照无人机高空灯光献礼。浩瀚的宇宙星空中，佛陀的智慧之光，如同璀璨星辰，照亮人类心灵旅程。让我们跟随这闪烁的光芒，穿越时空，探寻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100岁诞辰的佛光之路。2000多年前，悉达多太子走出舒适的皇宫，在4座城门口看见了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功课。在东门，他看到衰老的身影，明白青春留不住；在南门，他看见病痛的折磨，体会健康并非永恒；在西门，他遇见悲伤的葬礼，了悟再爱的人终究会面临生离死别。直到北门，他遇见一位平静的修行者，才看见了解脱的出口。面对老病死生的无常，太子选择放下荣华富贵，向觉醒解脱之路迈进。时光回溯到东汉永平年间，汉明帝梦见全身散发金光的圣者，于是派遣蔡兴请来迦舍摩腾、竺法兰2位高僧，以白马驮在经卷缝相，不畏惧艰难，顶着高温，经过万里流沙，肩负传法使命，抵达洛阳。永平11年，翻译佛经的场地因白马驮经而命名的白马寺，在佛光环绕中落成，成为佛教东传的圣地标志。跨越山海的传法之旅，不仅是经典的传承，更是慈悲与智慧的洞见，让佛陀遗教在东土扎根发芽，滋养万众心灵。慈悲之光无远弗届。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带着菩提愿力渡海到台湾，因缘际遇下，于高雄结下深厚法缘。面对当时佛教发展的困境，立愿积极培育僧伽人才，以弘扬佛法。
仍以坚毅的信心勇往直前。1967年5月16日，佛光山正式开山。大师率僧信2众垦荒，披荆斩棘，坚守知足。即使多次山体坍方，青年僧与信徒仍坚定愿力，跟随大师创建佛光山。佛光山僧信2众在星云大师的睿智领导下，历经10多年耕耘，昔日荒芜丘陵，终在万缘愿力加持下，化为庄严辉煌、气势恢宏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藏经楼。慈善共修，弘法利生，让信仰之根生长，成为佛光普照、法脉绵延、滋养万众的佛国净土。60年的岁月，晨钟暮鼓，培育僧贤人才。以教育为基石，佛光山在全球创办了5所大学，为社会培育了无数优秀人才，也在印度培育僧才，为印度佛教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。佛法不离世间觉，星云大师以文化为桥梁，将佛法融入艺术、文学、音乐之中，创办人间福报，设立人间卫视，让艰深佛法走入日常生活，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领略传统文化与佛法的深邃内涵。大师富有禅意的一笔字书法，更见证星云大师突破困境、坚毅不拔的伟大情操。而《星云大师全集》395册，汇聚一生修行感悟，版税资助教育，落实文化弘扬佛法的理念，更为后世留下跨时空的精神财富。真正的慈悲，从不是遥不可及的佛理，而是对众生苦难的真切回应。星云大师将菩萨道的修行融入世间，创办养老育幼场所，寒冬送暖，急难救助，
走入校园、监狱、社区各角落，推广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。当社会纷扰，推出慈悲爱心列车，倡导道德重整、心灵净化，找回良知，安定社会。佛光山佛光会犹如人之双臂、鸟之双翼，在相辅相成之下，为世界遍洒光明与希望、和平与幸福的种子。让我们在禅净共修、现灯祈福法会，祈求诸佛菩萨护佑加持，平安吉祥，事事如意。佛光山开山60年，星云大师以人间佛教的宏愿，让佛法红传遍照全球。我们立足台湾，放眼世界。近300座庄严道场，在5大中拔地而起，如万盏灯塔，照亮世人心田，成为万千信众的灵魂归宿。星云大师100岁诞辰之际，以悲智双运，让千年佛法智慧在现代落地生根，使人间佛教分灯世界，薪火相传。穿越时空的佛光中，蕴含无尽的慈悲、智慧与蓬勃的生命力。在此迎接新年之际，愿佛光普照3000界，法水长流5大洲，护佑世间和谐共生，和善念遍植人心，万事马到成功，共创。咋了？咋病？
但是吼，